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前几天你在网络顶头敢有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庆祝因的国庆吗？台日美要互美国强个勇，但是国际天棚是他悬要互较亮。啊，佫有其他的法案对咱台湾的影响，要进要退，你就莫恐慌。咱今日来听专家安怎讲。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研究員張玉謙。主持人、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老師在線頂。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先來了解美國參議院7月1號通過總統川普你提出了台日美這個法案，要甲川普的這個經濟這個重大政策寫入去法律。不過，這也讓美國的國債增加3.3兆的美金。這個法案會閣要讓眾議院來審查。特朗普來講啦，希望7月4號美國嘅獨立紀念日進程法案，就會當送入去伊嘅辦公室來簽署。We had a big day today. The bill pass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the House. 美國總統川普在空軍1號進前甲記者講，希望7月7日美國獨立日進前，這法案應送入白宮會簽署。進前，川普提出的稅收甲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謂大國稅的法案，在參議院表決時陣，由副總統范斯做講過關。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0, the nays are 50. The Senate being evenly divided, 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民主黨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蘇莫迪投票了記者會批評。Paid for by ripping away health care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aking food out of the mouths of hungry kids. This vote will haunt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years to come. 在參議院53共和黨的人內底有3人甲民主黨鬥陣投反對票，才成做50-50的局面。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是參議院議長，無參加投票。不過，若參議院表決出現50-50平手的時陣，副總統有權投決定性一票。這是共和黨重新執政了後，范斯第一擺用副總統身份使用這項憲法權利，所以這法案會送共和黨壓有多數的眾議院審議。不過，共和黨內依然有真濟無共款的意見。真濟位共和黨的人已經表示反對參議院的修改。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觀眾朋友一定會感覺講奇怪，這美國人的法案甲咱台灣有啥物地帶啊？其實哦，這內面900頁，內面描述了足濟項的這個物件，對着咱台灣影響哦，其實唔單是對台灣，全世界攏有可能有影響。而且啊，這是可能這在川普的這個任期之內啊，來實現，而且真有可能。啊，首先要來在線頂吼，請王老師吼來大致上來講者，這個900頁這個法案內面吼，上重大的，咱所知，伊要甲這個美國的這個債券吼，這個上限吼，也就是講赤字啦，要借錢借較濟吼，啊，伊毋是講要減少開支，啊，是安怎佫甲這個赤字佫討好懸，這是什麼意思？主持人問到很好的問題哦。其實這個川普的做法，其實我們回溯到，其實跟雷根差不多。那雷根那時候的做法跟現在是差不多的情況下，那時候的叫法或教科書的說法叫做巫毒經濟學。也就是主持人問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不是說要縮減開支嗎？怎麼又增加開支？所以在經濟學上面，應該是一個減稅跟支出擴張是搭配的，要不然就是支出刪減跟徵稅緊縮的財政是搭配的。可是雷根跟川普的做法是減稅加上支出刪減，
这个做法跟那个雷根或者跟一般时代是不一样的，应该说跟雷根一样，可是跟一般的经济学逻辑不一样。那我们进一步来看，就是说，其实主持人问到，其实跟台湾有最密切相关的有几点哈。第一点是我们过去甚至我们经济部长说，美国的关税加征到底是为什么都搞不懂，他现在答案揭晓了哈，就是它的再工业化搭配的是什么？把美国人的福利缩减，也就是说呢，他要减少大家的社会福利，每个穷人就都必须要去工作。换句话说，你到美国的再生产，现在有1200万人左右是劳工是可以支撑这一块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一块，补强了所谓刚之前一直不断提到的对等关税。那另外一块呢，它增加了国防上面的支出，和更重要的减税上面是台湾或是全球到美国投资是享有比较低的税负。那总的来讲，我们觉得这事实上是合理的，就是说你每个国家即使强大像美国，你再高的税只会让这些企业到免税天堂去设公司，你根本征不到所得税，所以他透过减税来吸引企业，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它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来增加所谓的再工业化跟减轻美国的负担，所以是合理的。那么现在比较大的争议点在于说，参议院的版本比众议院还要激进。那么现在参议院自己本身后来也是51-50，那么接下来要送到众议院去，我觉得在社会福利这一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争议，也是后续要去观察的。老师哈，因为你小等下还有代志要无闲哦，我连续甲你问一个问题哈。有人讲这是川普哈。要赶7月4號，當然哈，這個政治意味哈，這獨立嘛哈，這個國慶日。另外，為着這個期中選舉吼，所以一定愛甲這個過關，而且這內面這個法案吼，伊咧對這個中產階級吼，要較好，吼，要甲過去吼，即擺無投伊的票的人，佫甲救來，吼，會當吼，佫互投伊票，另外哦，切掛起來，講哦，我這個。鐵山區吼，哇！我攏互恁工作啊！哇！你看這第二個，第三個就是講，你看我雖然甲這個赤字吼討好懸，但是我會當對外國吼摕一寡錢來，我來補。敢有這個完美嗎？啊，這想感覺好啊！這你睇下就講啊，這無度上面啊，哦，那可是。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在7月4号之前，紧接着就是最近讨论很多，像昨天也讨论到的对等关税的谈判，它也趋于强硬，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他一定会想要通过这一项法案，而且你要想到最近要搭配到最近的稳定币、美元稳定币均拟法案，所以呢，就算美国的债务上限提高到5兆美元，可是如果搭配到它的美元稳定币，有一个效果是什么？美元占全球的外汇储备比例大概降到50%，逼近60%，大概58%。可是全球的稳定币99%都挂钩美元。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怕美国举债上限，所以他只要用力的把钱推出来印钞票就好了。这是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做法。那长期来讲，如果企业到美国投资，那他又增加家庭上面的补贴，增加后续的教育能力资本提升。那对于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那只是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是不是能达到川普的100%？
这个当然是有疑问的。是老师想要问一个问题，我来请教吼。咱当然嘛知影讲，伊会一直继续去印钞票，吼，操作一直印，吼，一直借钱，但是伊敢代志有遮好着吼，有通当年行会起伊的国债的这利息啊，伊今仔日会出现这个问题，要来做遮极端的这个改革，唔就是讲你惊你行袂出来啊，利息就大家排甲呢，大家都喘皮皮，这样呢，真正呢，这美妙吗？这个话其实问到重点哦，那另外一个关键点就在于美国国债的利息。那么现在观察点大概是Fed，我们大概预估，其实美国也预估大概年底可能会降息，然后最多会降到2次，所以这个也就呼应到川普在竞选期间特别强调Fed应该要听他的话。那他的每个大战略，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海湖庄园协议，才有可能往前面推动。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的预估美债的紧迫或窘迫，大概到7月，也就是下个月，大概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了。那后续的话，随着美国降息，美债的危机应该会舒缓，而且涌入美债的那个金额也应该会相应的提升。那么对于川普的计划，就无偿或无缝的或无痛的接轨，我们大概的预期是这样。听起来呢，敢若拢真正面吼。不过王老师想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法案啊通过，因为内面吼东西里这边足济，所以咱阮平内面吼3位来宾会阁讲，对咱台湾吼较具体有可能性的影响是啥物？对我们的影响大概有几个啊？第一个，汇率，昨天我们提到的哈，如果川普的现在的一步骤关税大而美法案，那接下来就是Fed的降息，那么再下来就是汇率了。那么昨天说过的不冲突，那么现阶段虽然不是这么强烈的逼迫台币升值。可是台币的升值是逃不掉的，所以未来台湾会更多的企业前往美国设厂，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预期得到，尤其它又给予了很多的税收上面的减免。那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企业上面的员工的应该聘雇员工的份额会减少，就是就业机会的提供会减少，我觉得是第二个要关注的点。那么第3个就是当部分的企业移往美国的时候，那台湾的贸易顺差也可能会减少。所以总的来讲，汇率的升值再加上贸易顺差的减少，所以到最后会不会3年或4年后会对台湾形成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就是汇率升值，可是我们的外汇存底在减少，这是我们长期大概4到5年要关注的重点。这尤其咱的这个外汇吼，长久以来咱的外汇不动如山啊，因为老师的时间的关系吼，今日感谢老师刷来要请教就咱玉谦吼，头先延续他老师所讲的。长久来看，可能会对台湾的金融，乃至到讲金融的危机，是因为咱的外汇会减少，但是外汇减少，具体会产生什么效果，还是有可能爱做什么必要的应用呢？关于这个外汇问题吼，其实一般人的理解拢是外汇愈侪愈好啊，敢若趁钱。咱过去拢去用洗脑，对，拢敢若趁钱趁个足爽的安尼啊。但是其实外汇对央行来讲，其实是负债啦，是一种负债，所以应该是讲这个外汇一个合理的水位就好啊。所以你有看到，你会当看到足侪主权基金，伊会可能用外汇啊来操作安尼。啊，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外汇会遐尔保守？就是你拄仔讲到一个问题，
重点，因为台湾是一个较无正常的国家，阮边仔有一个恶霸，吼，阮边仔有人甲阮欺负，所以钱拢欠伫厝咧。对，所以我举一个例就好啊，譬如讲一颗飞弹，一粒飞弹，若是落在台湾岛上，安尼大家拢可能会甲钱拢换美金，换美金去，安尼爱用偌济外汇才会当稳定台币，这讲有答案，无法度有答案。所以变做是讲，对央行来讲，伊的心态就是讲，安尼我就愈济愈好嘛。因为我无法度去暗算讲，我到底爱存，就是阿嬷欠西起的概念。对，啊，所以这是台湾的一种悲哀啦。啊，无照你来讲，外汇流失，其实我感觉若是讲，爱有钱水挖，对，爱有水去挖，你这美金换代表换美金，会当安尼活水安尼流动是上好的。啊，但是对台湾来讲，咱的观念就是愈济愈好啦。啊，因为这嘛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外汇对台湾的意义，甲对日本也是讲对韩国的意义拢无啥共，啊对美国嘛无共，美国拢无较无需要这物件，无差，一定甚至欠钱欠到，伊袂要紧，欠钱欠到就欢喜的。啊，这种嘛是一种经济的体系啦。对，不过咱转来到这个第二美这个法案吼，整个这内面啊个后手啊个有经贸的这谈判吼，在你的这个本行来讲，川普。真正会当达到伊的目的吗？政治面，咱小等来请蔡老师来讲吼，伊真正有讲达到伊的这个无度经济这个方式吗？伊这完全都毋是教科书的迄套咧。对，我是感觉吼，伊这个马甲伊内底的这个规划内容，我家己看起来，这很右派吼。阮就讲保守主义无有自由派，很右派的一个观念。其实理论上，伫经济学课本理论上，伊是对的。吼啊，但是譬如讲。伊讲伊的汇率要贬值，美元要弱势，吼，啊也利息要低，啊美元弱势有利出口，利息低有利投资，吼，啊再加上它税负降低，哦啊再加上关税保护，安尼听起来开始是制造业的回流，吼，理论上对啊，啊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讲，有4张牌，你有想法才有5张牌，你拍牌要有顺序啊。啊，但是川普即个问题就是讲，一摆拼出来，拼 all in 啊，all in 基本上就乱去啊。你若是有顺序，会让安尼出牌，我是感觉伊的想法是对的。啊，但是伊基本上是 all in， 啊，为什么要 all in？伊时间无够，但是这个规个拼出来吼，这上大的这歹处是啥物？我感觉因为美国吼，伊美国上重要就是美元啦吼，美元伊爱有一个稳定的信心啊，美元稳定，大家对美金有信心，这个美国的经济才会当安尼胖来起来。啊，伊安尼规个all in去吼，啊，大家拢乱去啊。啊，如果美国啊，但是到底是我会当相信你，还是袂当，还是要甲你远离、拒绝交往安尼。伊规大家拢。但是他照王老师讲起来，讲7月份了后，可能大家搁去买美国国债来，啊个买吼，啊可能也对伊也搁有信心。因为吼，这最好笑的就是顶早打伊朗迄样代志哦，迄 B2 安尼飞出去哦，安尼炸弹蹦者，啊大家国债都开始买啊，啊因为讲实在，这个。因为美元为什么大家用这边已经无黄金本位制嘛？为什么大家要相信美金？都是因为军事实力，伊有迄个实力。这就是这个叫选霸啦。对，这就是霸权啦。哦，选霸。选霸对。啊，伊就运用这个选霸。对。但是我要来问蔡老师哈，是。他对王老师也讲这个吼，敢若这个顶世纪的80年代的雷根吼。伊咧创的这种无度的经济，但是咱转来到伊即摆的这个参众两院啊，甲雷根的这个时代差真济呢。迄个权力的结构差足济啊。哈，吼啊，即届吼险啊着无就会变大呢。变大，啥那就讲伊伫参议共和党53席。啊，但是走3席去。啊，即摆即个副总统吼，伊伫佮跳落来投票。伊个名毋是叫做议长，叫做主席啦。阮来翻做 president 就是主席。啊，伊就是伫共票的时阵，伊就有法度出来。啊，好佳在有即个制度咧，啊无伊就无法度啊嘛。吼，但是伊这是牵涉到预算法案，其实伫5月22日是顶众议院
先出来，嘿，先入去，先入去，因为金枝法案爱对遐先入去，啊，透过听诉讲参议院讨论，吼，但是啊，个等于甲众议院哦，这还袂衰哦，啊，众议院因为共和党有220席，吼，啊，你要过半爱218席，甲咱2票会当走呢。哦，这是种的哦，吼，啊，即嘛有2-3个共和党的众议员。老师，嘿，因为像咱台湾有咧白条哦，毋是啦，毋是这条白条嘛，无啥有关系，因为传播这个法案吼，要叫来甲你稍稍的摸头讲，我安尼讲，你支持我，我互你较济预算啊，甲你绑起。伊这有社会支出吼减少啦，啊，对手民主党的候选人就讲，你我这届无毋对，你即马众议员对不对？你的社会支出减少，吼，这民生的部分，伊就用这甲你，甲你定啊。意思是讲，你遮无要起社会主体，我甲你罢免安尼，这个意思。毋是就讲无要选你啊，吼，啊因上惊是家己无法度做众议员啊，以后嫌投票嘛无机会啊。就咱台湾的罢免共款嘛。青家都无够，顾你咧全部咧拍瓜。我立法院法案迄无重要啊，我重要就是我袂使去互罢免。这共款意思嘛，我这届选举我若无，其中选举无就再见拜拜啊！哦，啊，所以伊这个问题就是伫讲，伊内底法案当然有照顾一寡中产阶级啦，阶级啦，吼，这无问题啊。但是重点的是就是讲，伊一定要欠一寡钱嘛，无伊啊，这也要开，那要开，国防也要开，那要开。迄个包括边境也要开啦，吼，国防也要开，佮要减税咧，减税意思就是无法度遐侪钱嘛，吼，啊，要甲好野人的部分，吼，这登记的。啊，而且佮有65岁以上的，佮有互伊支出。我看的主要是佮包括迄遗产税啊，免税，嘿，免税。我讲伊对这是啊，但伊的想法是讲吼，好野人减税了，因会将这个钱去请较侪员工来啦。但是这无一定呢，吼，这是无一定吼。啊，当然，伊这个经济学的部分吼，重点就是讲，伊毋是遐尼稳啦，啊，毋是遐尼稳，伊就是爱用时间较紧解决啦。你若一旦拖落吼，梦真长，吼眠真长，你无法度处理啊。啊，而且就是讲，伊这是第2任嘛，一定爱一寡代志，吼，讲这我有做，我伫选举讲的代志，即届拢多好，吼，我做一届拢甲彩排出来，吼，啊，逐个吼。小下的拢照我的意思，哦，意思是安尼嘛。啊，当然，伊关税部分就是要甲外国摕一寡钱回来嘛，因为欠足久的啦，吼。啊，你若讲也要搁开足济，啊，要搁无爱减税，无爱搁轻寡钱回来，你就是拢袂胖嘛。哦，美国伊袂胖的其实伊是生理人啊。哦，伊要看这销单这吼，这到底有平衡无？哦，啊，我都袂胖啊，啊，过去咱对因遐好，结果咱嘛是欠遮济钱啊，所以袂当。我食亏，袂当过来要甲消费咧，无即个代志，伊绝对要处理的。吼，所以这就是伊上重要政治上的，就是要透过这个来捞伊的名啊。简单讲，伊袂去选啦嘛。吼，这个我看法。老师，那就你的观察，是这个众议院敢会走票走到3票以上？我感觉足危险的呢，因为218，啊，你即马控制220，吼，啊，这个即马问题是安尼哦，你通过。这个版本到尾啊，搁交参议院这个版本2个，啊，搁一个联席的委员会，大家搁来敲迄个物件。毋是讲众议院过就过啊？无，爱搁敲讲恁2个，啊，搁比较。无，毋是，恁2个法案内容无共款嘛？啊，你着爱交参议院协商，讲恁2个到底要做一种，讲好了。较算通过。哇，当然7月4号啊，第3个听数就是恁2个爱敲，因为伊白单嘛，吼，参议院、众议院伊的权利是白单，所以那个一个联席的委员会，迄个上重要啊。迄个若个敲无好，搁伫遐搁拖。哇，你袂负气啊！7月4号安尼就袂负气啊。照你讲吼，7月初是要法案通过，放到伊的办公室吼，像伊拄啊影片内面讲的安尼，其实真正是比阿婆啊生囝搁较困难，就是足困难的，真拼。嘿，应该是会拖到吼啊！就我感觉包括大家讲7月初到这个关税吼，我感觉足侪，你看足侪国家拢嘛是还搁伫遐拖，所以伊想要安尼做吼。但是川普伊就临到即马，互大家咱感觉讲吼，这物件拢是手段，关税是手段，大个水嘛是手段。后壁要参咱是毋是全世界，包括台湾这边的汇率，嘛是手段。这手段就是恁无好好听我的，后壁若出啥物代志，恁就家己收拾。
所以包括你讲这个众议院，那走2票，那照参议院的部分吼，其实伊就走3票去啊。53票的比45，伊走3票，啊220对212，伊干那会当走2票，我感觉吼真正有够困难。而且吼，足侪人嘛认为讲共和党内面，因为大部分大家讲啊，你都大多数嘛，像蔡英文总统迄个8年共款啊，我民进党的大多数啊，过半啊，所以伫立法院我要做啥就做啥，我要东山条例就做东山条例啊。但是即马无共款，你看伫个参议院内面53比45，你着比者倍数，啊，才互副总统出来讲，这票我投互赞成，所以我赢。所以我感觉吼，7月14这关要过，较困难，应该是会搁拖着，但是伊会用啥物手段去参众议院，才会反对的人去操测，因为这就是影响到后壁选举嘛，后壁地方选举，因为这边才会这个法案内面，嘛是足侪话上大声的，就是马斯克嘛，Elon Musk嘛，川普就甲讲，你等去南非啦，你讲遐无效啦，意思就是我上大，我总统上大，我讲的准算。所以反对上大的是 Elon Musk 啊，但是 Elon Musk 最主要的是，伊本来迄个民主党内面对电动车对能源的这个补助的部分，一台车本来补敢若7000几块的7500块的，这个一台车吼，补7500块的美金，壁无去啊，你敢知？这对 Elon Musk 来讲，哇，差足济有够济，一台车差7500块的美金诶，代票算起来20几万呢，所以伊反对上大声，大家拢看 Elon Musk 的反对有效啊无效啊，但是看起来川普就甲你讲无效，你无效，你若要反对你走。我嘛无爱电动车。对，我嘛无爱电动车。gasoline，对，所以我嘛爱啊 hybrid。所以伊推这个法案，就是都侪人讲，我是安尼看啦，我感觉吼。这个咱以前讲川普吼，敢若像投顾公司吼，川普投顾董事长，这边这个大个水吼，看起来是川普投顾直销公司的董事长，和大家讲，美国过来要做伟大，所以恁来照这个大个水安尼来做，你看税嘛甲恁减，医疗嘛甲恁减，恁的免税的这个额度嘛甲恁提悬，所以这边选举你爱支持共和党，吼，和共和党会当去赢，这是伊的选举的步数嘛，负债袂要紧。吼，再多不愁，对不？咱要互大家来相信，要互大家世界来支持咱美国吼。我嘛爱装好水水啊，对不？我豪华轿车个这个你要互全世界拢来听你的嘛吼。敢你像诈骗集团的头家吼，你嘛爱家己增加做漂泊的，人才会来嘛。所以伊这个大个水吼，包括开足侪钱伫这个边境法案，伊即摆为什么？大个水是伫即个以色列跟伊朗战争的时阵，伊朗跟以色列你搁较敖对无？你的铁穹搁较敖，我后壁我要做真强啊！对。玲姐，我要问吼，美国这种经济体制吼，是毋是咱汉语咧讲的这种外强中大？应该是讲吼，应该是讲伊的体制内面吼，就财务的部分乱顾顾。但是这个乱顾顾，伊感觉讲吼，我后壁用金啊，吼用选招甲控起来了，大家都会知影讲，美国真正是全世界上厉害的。但是这个法案内面吼，咱来看这吼，伊咧公债会飙加3条的美金啦，赤字增加3条至4条的美金啦，GDP 的下降2%啦，债务会比吼会去到 GDP 的125至130啦，利息。会推甲变做讲吼，伊要排超4%至6%的 GDP 的占比。所以这对于来讲，都敢若受理呢。就不要紧，我个操作个赢就好。不要紧，就操作个赢，而且共和党是多数，所以这边伊若要个这个举债上限，后要叫印钱，对川普对共和党来讲，伊感觉无问题，因为。你无可能放美国互倒嘛，全世界嘛无可能看美国倒嘛，所以这关若过，伊的大个水就是这关若过，吼，咱就有实力，
吼啊，所以世界的投资就会来，包括边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留这个移民？这个移民会当替美国做偌济工课，会当生产偌济这个事业需要的工人，吼，所以这个物件若用得好，我就会当大出手，这是川普即摆的想法。啊，即摆的想法，做一人嘛认为讲，伊即关若过，其实美金嘛是全世界承认唯一会当做交换的一个货币。哦，所以美金即摆看起来是对台票来讲，还佫会落，但是到尾啊，强势美元这件代志，原来是全世界一定爱认定的代志。对。啊，内面有一项，伊即个42%的投资低税，比拜登时代30%加12%呢。对，这个诱因这对咱台湾来讲是好代志啊，歹代志？应该是讲大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阵，第一个想到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即马至少2个厂开始全部拢用新的这个低税方案，所以包括陪台积电要去遐投资的一条龙，才会所有的产业，包括即马咧替因做的这个汉唐凡轩呐，后壁要去做的，才会所有风测啊，这所有的产业，其实即马咧起的，即马你要去投资的，因为台积电先开始准备了。边仔所有要缀台积电去的人，拢会当享受到遮尔啊悬的这个。Q42%，所以对台商来讲，因本来是可能过去伫中国，即马走就走啊，过去嘛为了去东南亚，结果即马东南亚做者所在嘛想讲，那安尼算起来，我不如去美国。所以你看到上市公司即马，员工咧招人去美国做工课比例开始提悬。所以这嘛是川普要爱的物件，所以我就互恁抵税啊，我若无互恁抵税，恁要安怎来？所以这是一个诱因，这嘛是这个大而美内面，伊感觉讲这关会当过，因为这关若无安尼做，谁要去美国投资？谁要去美国要请工人嘛歹请啊，所以才有边境法案，边境法案才会移民，才会是。足大多数是劳工的准备，所以川普认为讲，我若无安尼做，伊会用这个办法去说服这反对伊的人，所以我感觉这个法案会过，因为川普是迄种干巧老干就是我会想办法把所有的反对的声音拢冻掉。嘿，就是伊用棍子跟萝卜，但是你若无听话的时阵，我棍子就甲讲落去，所以伊用棍子跟萝卜，用强迫的手段，这个法案一定会过，但是会拖。蔡老师，你认为伊的棍啊是啥物？伊的棍就是讲，你若无听我的话，我就去提名一个，个来甲你初选，迄个选区啦，伊即摆伊放掉啦，就讲你若无伫。众议听话的时阵，我就去塞一个出来甲你拼啊！所以伊的手段是安尼啊，但是伊这法案内底嘛有一寡迄个肉桶的法案。系啊，肉桶的法案就是讲你摕倒去揪就即个建设，你大家你有一个迄个讲你伫台湾，咱咧共款伫台北有争取。我争取对，我伫华盛顿有争取到钱，大家来斗伊用，因为美国基础建设是无遐好嘛，伊遐靠济嘛。所以川普伫这个一方面要举棍啊，一方面要互你一寡迄个菜头的时阵，就是安尼嘛，就是讲你这你若无听，但是即摆问题是安尼啦，就是讲伊这个212，就是反对党是有212啊，但是佫有3席是空的啊，因为3席过往去啊，民主党3席过往去啊，所以就是讲。这个听数就是讲，当然爱过218嘛，法案但是就是这种白甲做暗的啊，你就是爱，因为袂使有一个闪失啊，而且若真正佮走过迄边，就惨嘛，就惨嘛，所以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足重要的，这就是讲你做议长，你有多数摕到议长嘛，所以才会反对的声音，大家来发拍啦，条爱顾真条了对。一定爱顾真条啦，但是就讲会当用一寡交换手段呗，因为上重要就是讲，如果若再无投过，投无过，会当搁来一摆。
对啊，但是就是也有一个会期的问题。哦，2年内，哦，这会期，因的会期甲咱台湾较无共，毋是讲即个会期，吼，也是可能是2年内底的会期，吼，啊，所以这法案，我相信伊会强烈甲像迄个开迄个路途机安尼啊，甲塞互过啊，吼，拄啊迄个咱的资深的专家讲的，啊，但是就是讲，这过程中爱安怎处理，吼，迄个美角。吼，因为伊生理人嘛，伊要去甲因敲这个代志。迄过去的美国总统就是拢安尼啦，迄个我私底下面对面，哦，我要答应你啥物，啊，你就要听我的，吼，啊，当然就是大家敲，我是感觉安尼啦，伊主要就是讲对迄个选区有影响的物件，伊会可能甲修改一下，啊，无伊就选袂掉啊，伊就硬要甲你拼啊，吼，啊，来变做讲伊就无再落去处理这个人，啊，这到底要安怎用？无遐紧啊，7月14无可能，明仔载。明仔载就7月14啊！明仔载7月14，不可能啦！我有超工吼去编这9百页，我坦白讲哦，我后来是透过 AI 帮我看，吼，我看到目睭就脱汤。我实在是袂相信讲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哦，会去规本拢去看完啦吼。但是这内面有替咱整理一寡重点，他多玉谦你也有讲伊这5张牌一摆拍出去。对啊。啊，如果若照顺序来排，我想着讲吼，咱咧汉医哦2排，一排叫做温风牌，就是吼先研究无伤身体，再研究有效。我毋是咧讲句吼，迄个温风牌，我毋是讲你无效啦吼，就是顺顺啊来，啊，这种叫做健风牌，一摆吼，迄副子哦，甲你降落去，啊，互你以毒攻毒啊。啊，这5张牌，如果若是你要安怎拍？一张拍，但是一张拍就有反对的声音来，我就挡袂牢啊。所以我考虑的政治效果就是，我一摆甲你撸出去，是毋是安尼想呢？这5张牌哦，确实是足歹拍的啦吼。那但是拄则主持人甲我问吼，咱或者是我是感觉关税这张牌确实是会当拍第1张啦。啊，川普嘛是用关税来拍第1张。啊，但是川普伊后壁就拄啊老师有讲到这个海湖庄园协议嘛吼，啊伊后壁这个时间伤短啊，所以伊后壁汇率吼，啊后壁伊这个参像咱这个大美的这个法案哦，连续呢就敢拍出来呢，所以这个时间伤过急迫，伤过暗嘛，啊所以我感觉讲，那或者是我会等甲这个即马关税谈判先谈判。拢差不多拢敲好啊吼，啊可能50%较重要的国家都已经settle down啊，啊我再后壁再来汇率大家来讲安尼，哦啊汇率完了啊，我是感觉因为你变做是美元较健康啊，美元虽然是贬值啦吼啊，但是因为你汇率对美元来讲弱势美元其实是对伊的美债是有靠保障啦，吼啊所以若是外靠这就是先攘外，然后再来内部再来瞧安尼。但是伊马上就面对着期中选举。对，所以这时间是足困，对政治人物来讲是足困难的代志。对啊。啊，但是呢，对咱的经贸谈判，咱是毋是会当趁你病，要爱你命安尼？照理来讲，谈判确实是爱安尼做啦。啊，不过伊是美国哦，所以爱较保守，因为这就我拄仔讲的，因为美国毋是咱毋是趁钱安尼做生意尔，后壁还佫有国安的问题啊，吼佫外交啦、国安啦，佫有其他方向的合作，所以这咱以前我伫咧办公室的时阵，这拢爱全盘去考虑的，所以做总统是足忝。所以你以前咧谈判的时阵，毋那是干那算这钱啊尔。嘿。袂当安尼算啦，你有的时候你爱算着讲。有一种讲法就是安尼啦吼，毋知你听起来是安怎？就是讲，咱即马甲伊咧做即个关税谈判的时阵，即边也甲你如讲，我会甲你买武器，吼，即边也甲你讲，我会因为你感觉讲我咧超重汇率啊，我汇率会当吼承诺你吼，某种程度、某一个时间之内到，咱是毋是安尼咧谈判？确实是你讲的安尼啦，啊，但是桌上无一定会讲到这，因为譬如讲汇率的部分哦，咱即马台湾办公室是袂去讲到汇率的代志，因为迄是中央银行伊的专业的责任啊，所以这项代志就是中央银行伊家己去处理，
所以咱袂去把汇率放在谈判桌上袂安尼讲，但是你希望安尼。那我哪会当操作中央银行，我嘛是希望会当安尼操作，但是实际上咱的法律嘛袂允准咱安尼做啦。啊，经济讲到这经济原理哦嘛，无希望讲你安尼想过安尼人为操作，所以参像汇率的物件都无可能放伫个办公室谈判办公室。无迄个agenda伫，无迄个agenda伫，迄就是央行伊家己。伊家己我但是人伊就要甲咱谈判，伊内面就3条，内面就1条，讲你咧超涨汇率。所以无伊讲阮超涨汇率，这是已经讲几落十年啊。所以央行伊家己有法度去处理，去按打美国遮个财政部遮个人。所以这央行就这老经验的人，参像咱澎淮南14A、13A 啊、14A，就参像伊这种方法。所以我是这爱相信专业啦。我看到真正咧头球。我是感觉讲吼，其实咱台湾的谈判吼做灵活的啦。所以你看，我讲顶礼拜6月26、27，已经破29块啊。但是咧，拜的时阵6月30，就市公司做小上尾1天啊。所以我迄天就干涉者，外口的人拢袂使做，干那我中央银行会当做，所以我迄天6月30，我就甲扭起29.9。但是袂要紧啊，我另外一部分就是台积电落20块，就是遐扭起的时阵，台积电落20块，所以这是自然的去做平衡，经济就是安尼嘛，经济就是收入跟支出就是 balance， 就是平衡嘛。所以足侪人讲，若像安尼，川普这件代志做落去，关税甲你提高，即马大个税，就伊爱开遐侪钱，所以爱叫大商拢去遐投资，所以咱是毋是贸易的这个顺差，是毋是会愈来差愈少安尼搁刷落来是毋是？搁有啥物代志？大家是毋是？你若手底的资产是美金，你买公债，搁你的保险内面的美金，是毋是会救水去？我是毋是因为安尼，我本来要养老的1000万、2000万，我就会可能拍救甲剩6折、7折，是毋是有这款代志？其实你若去好好思考，因为每一个人爱考虑的情形无共款，所以这个代志当然对台湾的经济来讲，伊家己会去平衡。所以你看汇率若咧变动的时阵，美金若咧落的时阵，代表升跌，代表起嘛代表起。你看股票内面遐个珠三角，你看像个国泰讲全台湾319栋的大楼，因就争达，伊就是会家己去有一个平衡。嘛，包括我讲，足侪人会家己选择讲，我是毋是要去美国做工课？因为若大商要去美国设厂，后壁我就去美国做工课。但是所以这拢会是家己去期间内拢会去做一个平衡。刘英姐，如果若是一如外面咧谣传，讲咱台北会去变强起来，咱若变强起来，会当成达了后，买美金的能力较高，那么真侪人其实会来买台北。对啊，所以包括最近外资入来台湾投资金额足济，所以你看台积电指标，台积电就对得起，伊的股价就对得起，包括 ETF 去认养的这个股票，其实股价嘛对得起啊，所以等于讲，大家手底你若去买的是 ETF， 你买的是股票。你就是趁钱，所以你的财产无求水，你是爱安怎做才会当平衡，股债会当平衡你爱股票安怎布局，美金安怎布局，才会去卖了着，搁会当看什么款的物件会当互你趁钱，这是每一个人拢爱学的功课啊！你若伫遐倒来讲我就看川普伫遐黑白母，黑白母美金本来对33，我33无换，即摆剩28点几啊！后日啦，搁剩26、25，若搁落去，我要安怎？其实你若干那伫遐看，安尼无效，你是爱家己做调整，家己去做布局。你实在讲真侪企业人半当进前拢布局拢布好啦。所以咱咧讨论，其实人伊咧偷笑讲，我半当进前早就处理啊。
吼，只是一般的散户，伊可能无咧想这，还是讲咧丢毒啦。但是可能手头嘛，才可能3-5万啊，尔嘛是真丢毒啦。不过在政治上丢毒，这无可能尤其是在美国本土来讲，真侪人对着川普在其中选举是无看好的哦。尤其伊即摆支持率是100%哦。老师安怎看这个其中选举对着川普的政策的影响？尤其真侪人来看讲，我著甲你拖掉、甲你倒掉的吼，因为嘛毋是讲全部拢改选嘛。老师安怎看？参议院是1/3啦，哈，众议院当然全部改选啦，哈，吼，伊迄就是2党教，就是爱改选，全部435席全部改选，啊，参议院有1/3，吼。但是就是讲安尼啦吼，先做先赢啦。伊即个42%即个低税的部分哦，伊有讲哦，2026年以前，吼啊，这啥物意思？要来就紧哦，大家紧嘞，吼啊，当时大家讲吼，迄台积电去到遐吼，拢伫遐拢化歹啦，吼啊，甲好做啊，讲迄安怎弄台湾咱结果你看伊即个法案就是讲哦，你去遐投资，你即个我甲你减税，吼啊，若规盘过的话，吼，迄就业的机会。这啥物意思？就讲伊要等，甲其中选举进前，若经济变好的话，伊的压力就搁大啦。民主党若无招的话啦，吼，所以我讲政治就是安尼啊。伊这贴票落的时阵，万一真正有效哦，互伊真正有效的时阵，吼，毋是迄个慢慢啊落咧炖咧温的迄个中药哦，伊这就是猛药，吼，啊落的时阵，吼来拨着，伊本身无伊无要选无要紧啦，重点是讲即个党是毋是去互拖着啦，吼。但是事实上吼，伊看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美国欠足侪钱的啊，我要安怎去外口收一寡倒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啊，当然一部分伊就是讲吼，咱过去遐侪任务莫做遐侪啊，吼，咱会当做，得亚洲做的就好啊啦，吼。啊，其他咱就暂时甲撤掉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这政治上吼，其实。啊，佮足歹讲诶，即个法案过了，因为还有一个时间嘛，吼，啊，即个经济若是经济面若好起来的话，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就算讲联席会议也通过，啊，伊签字嘛是爱有一段时间爱扛掉的吗？对啊，因为你即个法案的效果到底是啥？你即贴药要食落啊嘛，啊，但是讲即几效果袂歹，哦好，安尼我就那是遮强就是食落会水好吗？嘿，你即个医生这搞，吼，啊，但是若是讲无遐尼好，还是讲长期真正就无好的时阵，共和党一定爱失败嘛，啊，民主党就是咧等这啊。吼，啊！但是民主党做好宣传的啊，民主党讲啊，你这社会福利这医疗支出，我着减少，我着无法度用啊，无，因拢要照顾较善的人过去啊，因是大政府的概念啦，吼，啊！但是川普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跟无共款，啊，所以我讲伫政治上吼，这真歹讲啦，吼，当时就是讲迄个选区啊，感觉讲吼，我袂当互你安尼，我这过去的优惠拢互你摕转去啊，我袂当忍受哦，我要来支持民主党，吼，啊！但川普来讲。伊会较强势啦，吼，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啊，但是有当时来讲，伊上大的问题就是吼变来变去啊，互你杀无一个克星，杀无讲啊，你到底是咧要创啥？吼啊，但是伊即个过程中，伊要爱物件足清楚的，即种工具，即种毋是伊的目的。所以阿哥无法度预测哦，就来偷这笑啦。其实我感觉上大的变数，大家会当注意看Elon Musk，因为伊讲伊要做第三政党嘛，吼。啊，咱来看讲，台湾若讲两党吼，拿力吼，拿咧对抗的时阵，啊，若有一个第三政党出现的时阵，伊有发生什么款的作用？所以Elon Musk因为伊有钱嘛，啊有钱，我免家己像安尼，川普当选了，我去政府效率部门做工课啊，我后壁做金主，我聘一寡人，我来参与川普，来参与共和党，来参与川普谈判，所以我感觉最近。会当注意看伊的动作，好看伊是毋是妥协，好，伊是毋是？两个已经拢跳破面啦。他拄仔我要来的时阵，佮听讲，伊讲你共和党是 Porky Pig Party， 要跪地党啊。对，所以毋则讲因两个态度，你看因两个对即个大而美提出来的时阵吼，马斯克本来讲伊要破伊一个绯闻有无？
啊，结果伊讲伊即摆我要甲你查你斗志内面，你甲我创啥物？对，啊，所以头大而美提出来的时阵，伊足生气的，伊讲吼，你去参加一个什么 party 啊，未成年的啦，啊尾啊是毋是动起来？本来有一个足大的丑闻嘛，啊。马斯克尾也佮冻掉咧，讲啊，我唔对啊，啊两个佮培养感情，啊佮好起来啊，所以吼，即个指标啦，我讲要看因即个大佮水的案件吼，是毋是会当过吼？你看即两个查甫人，最近所有的即个谈判，两个人伫遐安那演，那演甲马斯克讲吼，我就是无通去参详，我一定参你变面到底，安尼就时间会拖较久。嘿，那伊尾也佮讲，讲你讲嘞吼，你嘛是我相信的迄个男人吼，啊尾也安尼就较会过。这上脑筋的。好，就是讲吼，最简单的就是讲吼，伊去做第三党吼，对川普的威胁较无遐大啦。安怎讲？伊若挺民主党，迄个威胁上大的嘛，伊就是袂使吼马斯克去挺民主党，伊佮甲放声讲你袂使挺民主党。啊，第三党吼，你著两党咧相拄的时候，有一寡。区域的啦，啊，但是美国迄个制度吼，无法度去第三，小党无法度遐侪功能。啊，当然伊是要甲放掉，要甲讲哦，你来听我的。啊，但事实上是伊较惊伊去支持民主党啊，伊上惊伊去支持。伊在行动面要安怎来支持民主党？无伊就摕钱嘛，钱处理嘛，系啊。啊，伊这环保这电动车的代志，民主党一定挺落。就敢若像马斯克，伊心肝底想讲吼，你川普会当赢，毋是我伫迄几州危险的对迄几个摇摆州，我伫遐开钱，啊，若无你有在条动算，对无？所以伊会当做的动作足济，所以那马斯克伊会当好较了解大个水，吼，认为讲啊，这贴的药就一定爱安尼用，啊，所以伊若卖对抗，哦，因为我感觉这两个人感情吼变来变去。随时一秒钟拢会改变，所以我是咧观察。刚这个雷索林吼，咱咧看咧美国的迄个，日本的迄个雷索林，珠穆甲马场，咧像啊，有当伊看袂出来，讲这是真像的、假像的。又欠你安怎看这个 Elon Musk？Elon Musk，我感觉都讨论着讲伊会支持民主党还是袂吼，我是感觉。当初是伊会支持川普，有足大部分是因为 LGBTQ 的代志啦，吼，啊，因为伊处理的代志啊，伊对这 LGBTQ 民主党这我们讲民主党的激进派啦，吼，这激进派对伊较无谅解啦，吼，啊，所以这部分伊就会来支持这个川普啊，我是感觉讲Elon Musk伊嘛足尴尬，因为本地伊伫咧中国的生意嘛爱顾啦，吼，啊，伊即摆物价呢。讲实在，伊伫咧中国嘛无一定好过，吼啊，因为伊本地想讲甲川普缀伫咧川普后壁，吼啊川普对啊川普去拍习近平啊，加减会当趁一寡钱啊，但是即摆状况我是感觉，我是认为伊会救啦，嘿，对。哦，伊会救。对啊，你看伊骂即个大美丽法案出来了，伊骂川普骂，伊个支持讲。佮甲拍过啊，迄个伊朗的代志，嘛是甲拍过啊，拍无啊，对啊，嘛是甲支持。所以真正这两个到底是咧讲真诶，讲假？尤其我今日去看讲，我要去查你的斗志内面吼，你来 What's going on？What the hell？ 你伫内面补啥物？哦啊，敢若甲强哦，啊，Elon Musk 敢会救落去？老师你认为？我感觉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你要交这政府伫遐斗法吼。你可能是斗袂赢伊啊，因为伊掌握足侪行政资源嘛，吼，啊，佮有足侪细节，吼，啊，你这公司设伫遮，吼，还有足侪规范嘛。我甲你查水表。我足侪，我要甲你处理，吼，啊，当然，因咧做生意的，伊就知咧讲，有当时啊，你就是爱有当较硬一点啊，无惊讲吼，即个声势你会失去嘛，啊，所以马斯克伊当然嘛是，吼，头一开始拢讲较好，足呛讲的话啊。啊，但是厝底下看讲有袂使哦，这有牵涉到一寡。其实伊伫欧洲的迄个佫愈惨嘛，吼，伊伫欧洲的迄个吼生意佫做甲愈惨，嘿。啊，所以我感觉是安尼来讲吼，因两个都共性。要爱落尾，不啦，因两个共迄个性格的相邻呐，吼。啊，当然。相爱相杀。嘿，无因两个做生意的方式手段是拢差不多的嘛，所以拢互相拢做了解啦，吼。啊，就是讲欢喜的冤家啦，就是意思就是讲吼啊，其实差的啊，但是最后嘛是爱到底是要怎处理啊，吼。但是伊
对伊的车，我讲啦，嘛毋是讲一定的伤害就遐大，佮有其他的代志啊。哦，比如讲，伊过去就感觉讲，你到我来吼，甲抬只政府的部门，啊是要升钱嘛，啊结果你家己开遮济。那就唔对啊！伊就感觉头壳伊嘛摸咧烧啊！你毋是讲爱开较少的嘛？吼！啊，我甲因抬，结果你即马讲吼，你编这预算遮大，伊会感觉讲吼头壳嘛毋知要安怎去处理即个工作。所以我讲吼，其实观察即个大骨水吼，是毋是会当顺利？吼，是毋是会当传播伊的梦想？是毋是会当实现？你着看马斯克的讲法，马斯克的表情。大家就知影讲迄个方向，因为伊若讲我这个法案，你看，包括即个移民啦，包括这个厂商来美国投资了，其实拢是对你的产业好的啊。吼，只是你短期间内面你会疼啊。哦，敢若像你头前关税，你嘛是足疼的，疼到尾啊，你发现讲，我关税这个。